信仰的黎明，初期教會歷史品讀，陳曉琪。第一章：鏡子，誰的歷史？誰在凝視？歷史常被譽為一面巨大的鏡子，冷冷地映照着人類的愚昧與智慧，跌倒與爬起；而教會歷史則是一面被聖靈擦拭過的鏡子，折射出更深邃的光譜。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曾指出，信仰是文明深處最關鍵的靈魂。教會歷史不單是人類在朝聖路上的掙扎手記，更是一部上帝在時間的畫布上，用人類的軟弱與有限，一筆筆勾勒出的救贖長卷。對於信徒而言，這是一部關於上帝如何介入的編年史。但這究竟是誰的歷史？是那些被雕刻在石像上，名垂青史的使徒、教父與宣道者嗎？是的，但讓我們將鏡頭拉遠，從大公的廣角鏡看去，你會發現更多的是那些沒有名字的臉孔。它是無數散落在帝國縫隙裏的窄路微塵，那些默默持守信仰的男女老少，他們是早期教會的隱形英雄。他們的生命沒有被寫在羊皮卷上，卻寫在鄰舍的餐桌上、瘟疫的病榻邊。他們像散落在羅馬大道的種子，悄無聲息地死去，卻聚成了今日金黃色的莊稼。初期教會歷史的是一幅光影交錯的圖景，這裏有尼西亞會議的輝煌金漆，也有火刑柱下的焦黑煙燻，在神學辯論的深邃星空，也有背叛與權鬥的泥濘沼澤，既有聖徒散發的馨香，也有罪人掙扎的汗臭。然而，貫穿這一切混亂與崇高的，是上帝那始終如一的在乎，他的信實與恩典。正如希伯來書作者所說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着我們。雲彩並非遙不可及的裝飾，而是環繞在我們身邊的呼吸。教會歷史裏的人物就是這些雲彩。因此，作為現代信徒，我們絕非站在櫥窗外冷眼旁觀的遊客，我們是這場宏大歷史劇的繼承者，是那條穿越2000年時光長河、生生不息的鎖鏈上最新的一環。當我們凝視教會的源頭，我們凝視的其實是自己屬靈生命的起初。初代信徒在競技場上的恐懼與確信，他們對真理的困惑與執着，都與我們今日在辦公室或臥室裏的掙扎產生了共振。我們並不孤單，我們是帶着家族記憶的女人，領受了這份沉甸甸的聖潔傳承。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的信仰自由，以及那些信手拈來的教義，原是歷代信徒用血淚與智慧為我們預先支付的代價。